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收聽環球觀察日嘅呢個廣東話 podcast。今日首先呢，我哋就嚟跟進下俄烏戰爭最新嘅發展先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又再一次嘗試去推動俄烏停戰啦，不過睇嚟呢，佢今次又再捉招。特朗普喺星期二公開表示，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嚟都嘥氣。佢話呢，唔想開個嘥氣嘅會，亦都唔想嘥時間啊。喺白宮表示冇即時計劃舉行特普會之後嗰幾個鐘呢，特朗普又話會喺2日之內透露佢對呢場仗嘅最新諗法。雖然特朗普上個星期曾經宣布佢好快就會喺布達佩斯同埋普京見面，呢個係佢哋短短幾個月之內嘅第2次會面。佢更加表示呢，相信普京同埋澤連斯基都想盡快結束呢場戰爭。咁點解依家呢個會又開唔成呢？美國官員透露，國務卿盧比奧同埋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星期日通完電話之後，確認咗克里姆林宮堅持以佢哋長期以嚟嘅極端要求，即係要烏克蘭必須要交出整個頓巴斯地區嘅控制權，作為任何和解方案嘅先決條件。盧比奧向白宮表示，喺呢個大前提之下，特普會好難會有建設性嘅成果。而拉夫羅夫星期二亦都向記者確認，俄羅斯嘅立場一直都好堅定，同佢哋2個月之前喺阿拉斯加會面冇進展嗰陣一樣。俄羅斯仍然希望達成全面嘅和平協議，而唔係單單停火。有批評者話呢個立場根本係俾克里姆林宮可以唔使懷住誠意去談判，繼續攻打烏克蘭。有行政部門嘅高級官員就話，拉夫羅夫嘅評論證實咗佢哋嘅猜測，俄羅斯仲未願意達成協議。不過相關官員亦都補充，普京上個禮拜同特朗普通話嘅時候呢，曾經暗示願意討論一啲可以縮窄美俄分歧嘅事項，令到未來仍然都有會面嘅機會。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話，俄羅斯嘅立場一直都會保持不變。呢場仗呢都就嚟打到第5年啦。喺特朗普同埋澤連斯基幾個禮拜之前嘅會面入面，特朗普表現出直率同埋沮喪，甚至乎曾經拒絕睇烏克蘭人帶嚟嘅戰場地圖。特朗普對澤連斯基表明，佢嘅首要任務就係結束戰爭，而且佢唔會執着於任何特定嘅領土結果。佢曾經敦促澤連斯基將衝突凍結喺目前嘅戰線嗰度。特朗普指出，俄羅斯已經控制咗整個頓巴斯大約7-8成嘅土地，所以將頓巴斯還返俾烏克蘭呢，對於佢嚟講並唔係一個重點。佢自己亦都承認，要撮合2個真心互相憎恨對方嘅領袖呢，比佢預期之中難得多。但澤連斯基同埋歐洲官員都認為，俄羅斯提出要烏克蘭割讓領土嘅要求係唔可以接受。澤連斯基話，普京係要求全面佔領烏克蘭，因為普京要求烏克蘭完全撤出整個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地區，亦即係等於整個頓巴斯地區。澤連斯基強調，烏克蘭係唔會交出俄軍從未佔領嘅土地，否則俄羅斯只會用呢個地方作為再次入侵嘅跳板。喺軍事援助同埋制裁方面，華府都有新嘅動作。美國政府已經放寬咗烏克蘭使用西方供應嘅長程導彈嚟到攻擊俄羅斯境內目標嘅一個關鍵限制。呢個許可權呢已經由美國國防部長轉移到去歐洲嘅最高領袖北約指揮官格林科維奇將軍。烏克蘭軍方表示，佢哋星期二已經用咗英國提供嘅暴風之影 Storm Shadow 嘅巡航導彈，成功打擊咗布良斯克一個生產炸藥同埋火箭燃料嘅俄羅斯工廠。值得留意嘅係，呢種導彈係依賴美國嘅目標定位嘅數據。雖然導彈本身就改變唔到場仗嘅整體格局，但係佢哋可以令到基輔可以擴大對俄羅斯境內嘅攻擊。不過特朗普喺呢個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呢，即刻喺佢自己嘅社交網站 Truth Social 上面否認咗呢個報道，話美國同埋呢啲導彈呢係冇關係嘅，仲要話係 fake news 假新聞添。澤連斯基一直都希望獲得射程超過1000英里嘅戰斧導彈，但係特朗普已經拒絕咗佢呢個要求啦。與此同時，美國亦都計劃對俄羅斯2間最大嘅石油公司盧克石油同埋俄羅斯石油實施重大嘅制裁。呢啲制裁亦都包括埋佢哋個30幾間嘅子公司，係特朗普第2任政府期間首次對俄羅斯實施直接嘅制裁。特朗普仲話，我覺得係時候啦，我哋等咗好耐啦。佢亦都喺社交網站 Truth Social 上面發佈咗制裁名單，呼籲莫斯科同意立即停火。至於俄羅斯方面，佢哋嘅空襲根本就冇停過，俄軍用無人機同埋導彈襲擊咗烏克蘭至少10個地區，造成咗最少6個人死亡。
基輔就當然係主要目標啦，有至少29個人受傷，包括5個小朋友。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射咗405架無人機同埋28支導彈。喺哈爾科夫，俄軍無人機打中咗一間幼稚園，造成咗1死6傷，但市長就話冇受就因為今次事件而受傷。烏克蘭正係準備緊迎接第5個開戰以嚟嘅冬天。切爾尼戈夫同埋其他幾個城市已經因為俄軍對電廠同埋變電站嘅襲擊而出現咗輪流停電。當地嘅軍事行政首長就話，俄羅斯因為喺戰場上面打唔贏烏克蘭嘅軍隊，所以就要開始向平民開戰啦。總括嚟講，隨住特朗普同埋普京嘅會面計劃暫停，加上俄羅斯企硬要攞晒成個頓巴斯地區，呢場戰爭已經進入第5年啦。我哋見到美國一方面想促成停火，但同時又放寬咗長程導彈嘅使用權同埋實施新嘅制裁。美國對俄羅斯嘅立場搖擺不定，一時就想討好普京，逼烏克蘭割地投降，一時又擺出一副唔會妥協嘅態度。因此呢場仗打擊都打唔完。唔知道你哋又點睇呢？你哋又認唔認同特朗普嘅做法呢？歡迎喺呢段片嘅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下啊！除咗喺 YouTube， 亦都可以免費訂閱我嘅 Patreon， 同樣可以收聽到呢一個節目，仲要唔需要受到廣告嘅騷擾。Patreon 嘅網址就係去呢條片下面嘅 info 度睇到嘅。講完俄烏戰爭，我哋轉個話題，睇下數據中心嘅電力消耗點樣成為反壟斷監管機構嘅最新焦點。由於用 AI 嘅人就越嚟越多，而用呢啲 AI 工具又會對電力有極高嘅需求，所以各個科技巨頭都爭相投入數以10億計嘅資金去興建數據中心，以應付呢股停唔到嘅熱潮。根據國際能源署喺2024年10月發布嘅報告，單係喺2023年 Google、Microsoft 同埋 Amazon 佢哋喺美國嘅數據中心嘅總資本投資已經高過成個美國石油同埋天然氣行業嘅投資啦。喺歐洲 ，Microsoft 計劃擴大佢哋嘅雲端同埋 AI 業務相關嘅數據中心容量，仲將 AI 同埋雲端數據中心形容為下一個工業化階段。同時，美國嘅科技集團亦都表示會使超過400億美金嚟到擴展美國嘅 AI 基礎設施，好似 Salesforce 同埋 BlackRock 呢啲公司都大力投資緊數據中心。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嘅前高層 Jonathan Kanter 喺訪問入面就講明，電力同埋能源將會係未來反壟斷執法者極之重要嘅關注領域。佢指出，數據中心消耗更加多嘅天然資源，令到電力成本上升，而佢哋消耗咗嘅電力其實係犧牲緊當地嘅民生同埋其他公司嘅利益。其實由科技巨頭 Google 到小型企業，甚至乎醫療機構，數據中心已經成為咗成千上萬公司嘅基礎設施。例如佢哋需要共享文件或者係運行一啲應用程式，都係需要用到數據中心嘅。但係 IEA 估計，科技巨頭營運嘅大型數據中心每年消耗嘅能源可以多達相當於40萬架電動車嘅電量。呢啲大型數據中心威脅住老舊嘅電網，最終係一定會超出電網嘅負荷。為咗減少攞牌同埋電網連接嘅風險，呢啲科技公司開始同能源公司簽訂一啲電力購買協議。例如 Meta 喺今年初就講過，佢哋會買入德州一間太陽能發電廠100%嘅發電量。喺同一個州 OpenAI 同 Oracle 有份參與嘅 Stargate 項目，亦都正係喺度興建緊一間用天然氣發電嘅發電廠。監管機構已經留意到電力需求嘅激增，例如法國嘅競爭執法機構就正係喺度研究緊 AI 公司能夠獲取能源嘅問題。Kanter 喺2024年12月離開咗司法部，佢就預計未來10年圍繞住稀缺性同埋能源問題會有一場熱烈嘅討論。佢認為電力供應會係未來嘅其中一個大問題。另外，監管機構一直都對 AI 熱潮覺得頭痛，因為好似 Microsoft 或者 ASML 呢啲科技巨頭不斷向領先嘅初創企業 OpenAI 同埋法國嘅 Mistral AI 注資。Kanter 話，唔少官員對於呢一種主要發生喺數碼界現有嘅企業之間嘅循環性投資性質有所警惕。佢擔心，如果唔同嘅參與者之間喺財務上面互相依賴，一旦其中一方財政出現咗問題，就可能會對成個行業嘅生態系統產生連鎖反應，變成火燒連環船。總括嚟講，數據中心嘅能源需求已經由技術問題升級成為需要全球監管機構正視嘅反壟斷同埋資源分配問題。面對住數據中心對於電力嘅巨大需求，你覺得政府應該點樣平衡科技發展同埋社會民生嘅能源利益呢？歡迎你喺呢段片下面留低你嘅講法啦。
最後帶大家睇下電動車巨頭 Tesla 嘅最新業績。Elon Musk 係 AI 方面嘅雄心壯志，同埋佢為咗鞏固控制權而提出嘅天價薪酬方案。Tesla 咧喺第三季收入就破咗紀錄，但係咧佢賺嘅錢咧就大跌。數據顯示 Tesla 嘅總收入達到咗破紀錄嘅280億美金，比舊年同期升咗12%。呢個季度嘅自由現金流 Free Cash Flow 亦都創咗紀錄，有成40億美金。點解今季嘅收入會咁高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美國人呢就趕住喺9月30號聯邦電動車稅務優惠停止之前嗱聲去買車，領盡咗7500蚊嘅稅務優惠。另外 Tesla 喺生產能源同埋儲存業務方面都做得幾好，收入竟升咗44%。不過收入升，佢嘅利潤反而大跌。Tesla 報告就話佢哋嘅淨利潤只係得14億美金，比去年同期嘅22億美金大幅下跌咗37%。利潤急跌嘅原因，公司解釋話係因為佢哋增加咗研發嘅開支，特別係投資喺 AI 呢一啲領域。仲有賣碳信用額度嘅收入亦都少咗，跌咗成44%，得返4.17億美金。受到呢個消息影響， Tesla 嘅股價喺收市之後一度跌超過咗3%。雖然今次業績會議好少提及電動車業務本身，但 Elon Musk 就將重點放咗喺擴展 Tesla 嘅 AI 能力上面。佢話 Tesla 喺 AI 方面正處於一個關鍵嘅轉捩點。Elon Musk 描繪咗一個關於自動駕駛嘅未來。佢提到 Tesla 喺自動駕駛軟件方面係有進展嘅。佢話計劃喺今年年底之前將會移除奧斯汀嘅無人的士入面嘅安全駕駛員，而新款嘅 Cybercab 會係一架自動駕駛嘅雙座位車，係唔會有軚盤同埋腳踏噶。佢預計呢個 Cybercab 喺明年2月就會正式投產噶啦。Elon Musk 仲講到未來個 AI 會好勁，令到架車就好似一個有生命嘅生物咁樣。不過 Elon Musk 嘅 AI 大計就同佢對公司嘅控制權息息相關。股東將會喺11月6號舉行年度股東大會，投票決議佢最新嘅薪酬方案。喺呢個方案之下，會喺未來10年之內俾多12% 股權佢，而暫時估計呢12% 嘅股權大約係值1萬億美金。Elon Musk 強調呢個方案係必要嘅，咁先至可以確保佢喺公司嗰度擴展 AI 同埋機械人項目嘅時候，例如佢嘅人形機械人 Optimus 仍然對公司有控制權。佢問：如果我建立咗呢個龐大機械人軍團，將來會唔會俾人踢走呢？佢又話：如果佢喺 Tesla 嘅投票權冇去到25%，佢就寧願喺公司以外搞佢嘅 AI 項目啦。Elon Musk 甚至喺 X 呢個社交平台上面威脅，如果方案唔通過嘅話佢就會離開 Tesla。Tesla 嘅董事會認為呢個咁貴嘅方案係必須嘅，咁樣先至可以留住 Elon Musk 喺公司。尤其是 Tesla 依家正係從主力賣電動車轉型去其他方面。目前 Tesla 嘅電動車業務，不論係喺美國定係中國，面對住嘅市場競爭已經越嚟越激烈啦。再加上佢哋嘅車款開始老化，而且之前可以刺激銷量嘅美國稅務優惠，依家都已經冇咗啦。事實上 Tesla 喺今年上半年嘅汽車銷量已經跌咗13%，之前嘅第一季利潤就更加跌咗71%，而去到第二季就跌咗16%。仲有美國國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星期三宣布 Tesla 需要召回大約13000架車，包括2025年嘅 Model 3同埋2026年嘅 Model Y， 原因係電池問題，有機會令到突然之間停車。唔知道各位觀眾，你哋又點睇 Elon Musk 威脅而離開 Tesla 呢件事呢？你認為 Tesla 董事會係咪應該為咗留住佢同埋佢嘅 AI 大計，而通過呢個1萬億美金嘅薪酬方案呢？歡迎喺呢段片下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你都想支持呢個廣東話講國際時事嘅 channel，就記得 like 呢段片、subscribe 同埋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